原来咱家己台湾有种物件，会当甲这两项文学甲音乐会当结合起来。两歌会当有啥物无共款？嘻哈音乐结合两歌有啥物新趣味？哦，这个空间变成会汇集很多好朋友。因为珠峰，把你等下你又无通个吃。这群少年人用音的方式，互伫这个土地300多年的艺术画出新光彩。我觉得这个歌就是越唱你会很有哪讲，很有 feel 啦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3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